宾，他们是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艾淼同志。各位阿普阿鲁尼格的老们，这个那代表中国南昌协会、县人大、县政府、县政协2岸7八家各位，七地宝阿普阿鲁尼开过了位，我表你，我确把他哈拉，莫达土达大家。哈来家，你们高家，我不是大兵们。发不给呀，你个啊对哦，这呀起码为主啊，我哈土地片地嘛好路主啊，那红米都主啊，不拉都可路接拉那个啊，主啊不拉都可路，土地片里的拉那地数起码为，啊小木个片地就地呗，路木个在地就地呗。俺们湖北看比较比美，让湖北老比较比美，俺们湖北继续做比美，路湖北可惜做比美，俺湖北可惜做比美，俺小木我拍比较比美，路木我接比较比美，俺我湖北我拿拍比美，我拿个我西拍比美，俺别了路两个俺不拿做比美，现在我宣布，南昌安福村。
一杯鸡尾有水鸡，三杯喝下有茶来，三杯喝下有茶来。